台湾当年我接下的卫生块有45亿送案多，对环境同资源造成巨大的冲击。虽然环保署对民国90年起始推动限塑政策，政府机关学校也都不太使用对象不准用免洗餐具。不过，无本人见的夜市的小食摊和个传统市场，仍系用钱到位。有个业者就算有病，这种个环保的爱洗的块的，市场还系许多民众会去拿做块的来用。用于白鹭调下的碗盘块的也都对人投入减少用量，也能还爱上网来做。炒米粉、炒面、蚵仔煎，嚟到新竹上豐蠻好嘅小食攤呢，小老老嘅美食就啲面條切。不過唔上嘅食一條美食嘅時節，係用嘅盤碗筷嘅喏。我会选择这两筷子，因为那个免洗筷，我们都知道它的制作过程好像都有瑕疵在。免洗筷，因为要洗法，我觉得我刚刚给洗抹枪啦。免洗筷那个筷子本身有问题啊，它变成它二氧化硫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从习惯，然后从10几年前都自己带。喺台灣，政府仲係經驗大家冇用按到用一百招風體嘅傳奇，咩工藝動人呢？不過呢度嘅小食攤呢，還係客觀提供也兩種嘅傳奇。你一定要用免洗筷，要不然他们觉得你不干净。可是现在又走环保风，所以你还是要给他们一种选择，让他们觉得说他们用的是安心的东西。尽量都用铁筷。可是还是有客人要，可是有时候像那么忙，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拿给他，然後他們自取想要的東西啊，這樣我比較方便啊。麻煩難實施、難實帶，就係冇辦法普遍推廣嘅生態問題。因為對他來說，他可以節省大量的沖洗、清洗的工作，其實對他來說是很方便的。對，然後一般消費者他現在也沒有很多的使用習慣上的建立，去自己帶碗筷，就是說很多的攤商他還是會提供。就算遇到嘅國際級別觀光夜市嘅，還可以單單都有用免洗嘅傳奇。因為這樣是比較方便，我現在就是只有做這一種而已，所以以前都是用人工洗的，就是數量很少，所以我們就直接用免洗筷這樣。我們這邊已經本身的攤商部分，我們已經有就是一方面就是勸導，一方面鼓勵他們採用比較，比如說紙盒啦，或者是竹籤之類的。國外嘅人客接送會去昂嘅風格夜市嘅，俾到為維護環境，設置費盡量先頭以外，咩要做調價嘅人，設計研發及環保嘅傳奇同包裝。呢種嘅塑膠係食品級嘅塑膠，就按照你國家嘅標準，像塑膠工廠來你做嘅，佢呢種嘅東西呢，用起以後呢，唔做得別很怕，佢會用時間久呢，佢就會溶體，唔係像一般的用東西用得唔會溶嘅。像他們一般的傳統的糖葫蘆啊，我們剛才看得到，它可能就是用塑膠袋裝。那像現在的話，它就是盡量減少塑膠袋的使用。它這是可以吃的糯米紙，然後它這邊就是使用了特殊設計過的牛皮紙袋。南外講到美食一定有名嘅推廣天意公有市場，沒有調價設計設計總環保跨越嘅合約，每當主錯用嘅四槍環保跨越，而銀行先來還開玩笑。我們就是設計了一個盒子，這個是我自己設計的。那我覺得說它是一個密封的盒子，那我們洗乾淨的筷子放進去，客人在使用後，他必須習慣蓋下來。蓋上的時候就不會說我們筷子是暴露在一個空氣中，口沫啊、灰塵這樣子的狀態之下，每個客人用得乾淨的筷子，他在這邊吃飯他是安心的。也按當年來店家沒顯明感受到消費者用筷子嘅習慣有會改變。數量現在可以說，可能1個月可以差到那個像一包的量裝有50雙的話，一大包就差不多100包。
一个月可以省掉差不多2大包这样子。如果没有把它让他会说，没有筷子要怎样吃饭？对，是不是这样？哎呀，所以但是有的会主动说他不养。不过就算有看到改变，环保团体还是认为改变都挺慢的。因为大家其实，在夜市、在传统市场，还是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塑胶的碗筷，还有塑胶袋大量的使用，所以我们会很希望政府在这个部分能够加快一些脚步，比如说用立法的方式去禁止一些一次性用品的使用。那夜市摊贩的部分，因为考虑到它就是它的流动性也比较大，用品的部分会考虑到它的卫生还有一些清洗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环保署是用鼓励宣传的一个方式。法国伫今年8月的通过环保新法案，2020年起是禁止使用塑胶容器，希望用分解的得的生物来源来做容器。不过台湾为停止安尼做梦，政府同环保团体都知道义务同受理。它基本上又有很多这种道德上的争议比如说它需要用到黄豆、玉米去成为它的制造原料，但是现在黄豆跟玉米其实很多都已经是基因改造的，所以这个意思是要鼓励更多基因改造作物的种植吗？这个其实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争议。那在台湾的话，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生产出来这一个用品，它适不适合做掩埋。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鼓励的就是要回收。那台湾的一个土地比较有限，所以说如果要去推广这种生物可分解的一些用品的话，就是要去考量到我们这个环境是不是都允许这样的一个可分解的用品，或是塑胶的一个就是说崩解的一个环境你就会讲，无论用极环保嘅材料嚟做，用過就放棄就唔算環保。雖然新一代環保署將宣布新嘅限制塑膠嘅政策，擴大利用範圍，國家嘅切態類管制對象，限擺總唔得免費提供塑膠袋嘅，按算2018年將會正式實施。看嚟出政府會限卡上述條規，更加立法前途，禁止你用100就愛放棄嘅容器。按呢，以下種嘅方法嚟做，將係真正積極嘅辦法。